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圣的主日，咱阁通三甲组织伫圣殿。诗篇118篇24节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即时要邀请各位兄弟，咱做伙闭目心，用这首听我的祈祷的歌词，咱做伙来念，真做咱的祈祷会开始。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前进。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四围的灯牌，保护我无入试探。听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咱做伙来唱这首《听我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多多赐予我。为着下面的几项代志，咱做伙同心来开声，咱的主来祈祷。第一，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我相信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侪侪困难挑战，咱是毋是确实主甲咱伫地，常常甲主有真实的祈祷，领受圣神的恩传。咱是毋是有逐工读上帝的话，甲主相交话？来实践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安排，伫咱一切的代志顶面，交互主来掌管吗？咱做伙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开声来祈祷。万面的主，你的疼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你毋但救阮的灵魂脱离黑暗，还阁日日施恩予我，亲像你对伫行伫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同款，逐工透早降落属灵的吗哪。只是阮为着个人，每一个人甲你的关系来祈祷，恳求主差派圣神来帮咱提醒，互阮有固定的读经。
祈祷默想的灵修生活，操练敬虔甲知足的心，互阮的属灵生命更加丰盛。甲主的关系日日若亲若结连伫你，亲像鹿行木下水一样，较无亲近主。愿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煞者，咱要为着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甲上帝关系来祈祷，恳求主常常来管教、提醒咱每一个家庭，建造家庭的这段。夫妻同心伫基督内底，领受主的心意甲智慧，来教养咱的细囝，经营好咱的家庭关系。也恳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正做美好的见证，来影响咱四周围的朋友、咱的厝边、咱的社会人群，咱做伙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上帝，这时我们为着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赐下勇气甲智慧，互阮家庭有遭遇着挑战还是困难的时，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的攻击甲破坏。伫家庭亲子关系顶面，合适主耶稣基督的温柔甲怜悯，来疼惜厝内底每一个人，互彼此有误解或者是受到破坏的关系，通得到恢复。我嘛恳求天父上帝，互夫妻会当同心伫基督内面，领受主上帝的心意甲智慧，来教导细囝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有正确的生命态度甲行为，来行应当行的路。互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来成做美好的见证，来影响侪侪人明白耶稣基督。愿伫你的面前，为着富强教会所有每一个家庭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愿你甲我同在，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典范，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捧。手来，做你热心的基督，主听从我说，愿你甲我同在，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捧你手来，做你热心的基督，主听从我说。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煞者，咱要来为着第三项代志来祈祷，为着教会集体受到疫情影响着工作、经济收入的来祈祷。这时要邀请你为着你所认捌的亲人、朋友来为因提名祈祷，为着咱中间落难的集体来祈祷。可能因为经济的困难、事业、工作。真济心灵受压制，也是身躯有病痛的，你为因来提名祈祷。咱中间有老实的肢体，停止聚会的朋友，请你也为伊来提名祈祷。恳求主的神亲自来引带因归向上帝，也为着因为疫情来影响着工作、事业受到极大考验、挑战的，恳求主赐下智慧。来帮助咱的兄弟度过工作中的困境甲经济的危机。只是请你为着你所关心的迄个人，无论是伫经济、伫身躯的病痛、伫心神欠安，你为伊提名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
互福宫教会成做一个听的大家庭，愿深信伫阮中间，阮做伙同心合意，祈求的时，你的确要成全，听阮的祈祷。这时，阮要为着心神肉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提名祈祷，求你使阮灵敏医治，伫因的心上救赎你的子民。主，你是好牧者，你捌讲，失落的，你要找伊；受赶的，我要带伊回来；受伤的，我要甲伊包；破病的，我要甲伊医治。伫你无有难成的事，恳求主听阮祈祷的声。阮也要为着老师或者是停止聚会的朋友来祈祷，恳求主的神亲自引带，带领因归向你。因为疫情来影响到经济收入工作的，求你赐下智慧，帮助因度过困境甲经济危机。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煞只咱要为着教会牧师团队，咱的中职团契首长、东工甲小组长，以及教会宣教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团契首长、小组长，大家拢有火热服侍的心志，有确无敬畏的心，活泼祈祷的灵，求主赐下属天的聪明智慧。互因的服侍满有温果，大有功效，充满宣教的异象。咱做伙为着咱的牧者、咱的团队、咱的中职团契首长，做伙来为因祈祷。耶和华，我的救盘，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恳求你彰显对福宫教会的计划甲意向，无论是伫短期、长期，还是长期的教会发展事工计划。恳求主帮助学牧师、节牧师、副团队以及教会中职各牧区的首长、副长。团契小组等等服侍团队同工，有对你来智慧，同心服侍主的心志，和整个教会发展会当行伫合主心意的道路。个人以温素来投入教会大细项事工当中，彼此相服侍。阮也愿意不断装备家己为主所用，专心尽力，甲牧者同工传扬福音，互福宫教会成做这个城市。一个社区祝福人的大出口，通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甲意向。愿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咱愿你甲我同在。修圣餐来祈祷，恳求主的圣神降临到在座每一位兄弟身躯顶面，保守带领。今早起主日礼拜对头到尾，主的恩典满满甲咱支持。特别，咱也要为着要有侪人也要来到咱中间，咱也望如果外口咧落雨，望伊会当紧紧来到伫咱中间。以及伫线顶甲咱做伙参加聚会的人来祈祷，主的神保守带领，今早起的主日
受合牧师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伫你圣神所赐合一三听的内底，我们对合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来领受你所要对阮讲的话。祝福今早起的礼拜，我讲的、听的，拢对你得到利益。也恳求圣神引带，伫每一摆守圣餐的时，搁一摆来提醒阮思考圣餐的意义，搁一摆光照阮的心灵，互阮甲主同心同坐道。主的疼充满阮，备万心领受主圣餐的圣洁时刻。我们从今早起主日敬拜，恭敬完全交托伫阿爸爸你的圣手，求主你来掌管，听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请咱做伙起立，咱来对听咱的主敬拜、吟诗，讲耶稣，我听你，耶稣，我听你。是大地愿敬拜的主，耶稣因你的性命
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三甲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为了你的面前来贴恩爱。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我心俄罗上帝，主人永活的主，天地万物有三个音声，俄罗伊大尊名。我心俄罗上帝，主人永活的
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圣日，阮通放下一切颠簸世间的重担，来就近你。是我要来迎接你，见你的面，仰望你面的阳光。我要看见你的大荣耀、大贵咱，来光照阮的卑微甲软弱。主啊，阮的生命甲快乐是对主你来，互阮超吹甲主三结连，领受迄个对天来的祝福、能力甲智慧，通互阮伫人生的日子有快乐、有智慧、有能力、有信心来向前迈进甲拍拼。感谢主，今仔日阮大家要三甲微微坐你的道，阮领受你恩典的记号。愿阮用谦卑的心，欢喜来领受，也带来阮新的快乐，伫阮头前的脚步。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文第51篇，耶利米17章。上主安尼讲：我靠要死的人的快乐。伊踮伫旷野大石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暴未到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淹落过也袂惊。酷旱的年拢无挂路。这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以前影响阮的生活的时阵，阮有缘会当来到教会参加圣礼典，也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敬拜俄罗你。伫即时，阮需要你来看顾阮每一个人，阮有保障的快乐。阮需要你的圣灵充满阮。阮每一工用敬虔的心来跟过你，因为阮知影，阮若无用你的话语来做阮生活的基础，阮就无法度活出美好的见证。因为阮知影，阮若无用你的恩典来见证分享，阮就无法度阮的生命得到改变。阮知影，阮若无努力来传扬福音，就无法度互偌侪人对生命的困迫中得到逃放。只有专心倚靠、跟过你，阮才会当有信心徛伫即个变动的世界当中。至悬至大的上帝，愿你引带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愿用喜乐、顺服的心来参与教会的事工。嘛，愿你看顾阮的服侍团队，中一个同工。是你拣选阮为你做工，为你的教会来服侍，嘛愿你赐下属天的智慧、信心，伫下牧师、食牧师甲苦传道身躯，为因带领教会，为着台南这个城市、台湾这个土地，做多啊侪助你以外的事工，帮助多啊侪需要关心的人。主啊！阮在即届来求你，圣灵充满阮，互阮属灵的目睭会当因为你的恩典会当来拍开，互阮真正委身伫基督的国度内传福音，
你是阮的道路、真理、生命，是阮永远的倚靠。真济心内忧愁、丧向的人，需要你来亲自来医治、来带领。你是阮一生荣耀的主，阮愿意用你赐阮美好的恩典，来向世界大声宣告：神的国度已经来到，阮愿意用一生来跟过你。我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讲述上帝的话。第一位今在记载伫诗篇第42篇第5甲第8节。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的内面嗨嗨叫？着仰望上帝。我又搁句会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hit问米沙的山写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相叫伊，你的波浪，你的大影，引目我。你是上主施落伊的阻碍，每时伊发唱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第二位记载于诗篇第18篇第1节甲第3节。上主，我的快乐啊，我敬爱你。上主是我的山岩，我的要塞，我的拯救者，是我的上帝。我的石盘，我要倚靠伊，伊是我的盾牌，救我的快乐，我的宝贝。我求叫应该受称赞的上主。我就得到解救，脱离对敌。献诗，今仔日圣歌队咧献的诗歌是万有三甲欢喜。献诗线会由牧师来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仰望上帝，排忧解虑。万物所造之
大声啊！拜上帝，过下日子为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这大家三甲之地，咱台湾人的风俗，还未过元宵节，拢还阁是咧过正啦吼。但是事实现在的这个工商社会，时间上已经无共款，所以咱若是伫工作上已经进入咱家己的迄个流程，事实咱嘛是伫教会伫事工拢在继续进展的中间。咱今仔日咱伫新春的即个假期，咱要来做伙同齐祷，来领受上帝所赏赐迄个恩典的记号。咱要分享主话进前，咱先搁一遍来做祈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你恩待阮，赏赐恩典伫阮中间，互阮平安经过即个新年。虽然还有疫情的侵扰，总是阮经过一两年来，阮逐个人拢有一个真好的准备的心。阮面对这个挑战，阮勇敢壮胆向前迈进。阮需要气力，阮知是对主你来。愿你圣神甲阮同在，互阮领受你的话，为你的道，拢有上帝你恩典加天疼痛伫阮中间。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姊妹仰望上帝，拜忧戒虑是甚物意思呢？是对咱今日所读的两段经文会当领受到的。咱用现代台语来讲，我的心你是安怎郁卒？咱较早台语的圣经是讲，我的心你怎样遐尼忧闷啦吼？这个经文是安怎会安尼讲？咱就是要对这个经文来来学习诗人安怎面对着讲，我的心你是安怎郁卒的时阵，人要安怎行往一个排忧解虑、迄个忧虑迄款的信心吼？咱要来三甲学习这个圣经节内面几项的迄个描述，会当了解这首诗，互咱的一个学习安尼。我的心你为何忧闷？头一个诗篇42篇，这个诗人伊的忧伤是甚物？咱若看迄个背景，知影讲原来诗人所处的背景是这以色列人、犹太人因拄着流亡的时阵啦，意思讲是亡国的时阵，迄款。是全民族拢拄着艰难的时阵，迄个艰苦有几项。第一项，伫第9节的所在吼，咱今日读的经节无读到遮吼，但是第9节伊安尼讲，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是安怎记得我？我是安怎因为对敌的压迫忧伤来行去？安尼，这个是咱。因为是用现代中文所写，咱的这个大纲吼，意思是讲，伊咧问上帝讲：上帝我是安怎会遭受到对敌的迫害就对啦？我不断咧受苦呢，这个上帝伊个所在吼，咱拄则读的迄则经节吼，用咱迄个台语讲了真很到位。伊讲是安怎伫我的内面害惨就对吼。足袂顺的就对啦，逐项拢袂顺，安尼艰苦甲心肝吼，拢袂清就对啦，安尼。人拄着灾难，人拄着苦难，人拄着压迫，即款的情形，咱逐个人拢会拄着。大小安尼若定，情景无共若定。第二项，伫第10节的所在记载讲，被凌辱缀喙去就是讲缀啊，呼去拢完全拢碎了了，佫对敌不断的支持，讲你的上帝伫叨落。台语的圣经第10节讲，我的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因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叨位？咱知影讲吼，早前迄个国家甲国家，也是民族甲民族的争战，伊毋是若要赢过你即个国家，甲你的人掠走安尼若听。咱台语一句话讲，人掠厝拆安怎？鸡仔鸟掠无半只。迄佫是一个迄是一个财产的损失，人的性命的损失。通常即款的
征战吼，伊上大要打击你的信心，就是讲吼，恁爸的神无效啦，吼，恁爸的上帝伫倒安尼。哦，迄讲咧到地啊，你怎规个人拢讲去啊？我互你压迫，互你欺负吼，佮忍耐一下，安尼喙齿紧夹安安。即嘛讲，啊，恁的上帝也无要甲你救啊！哇，听咧到地啊，规个人信心拢无去。所以人是信心的生活，啊，甲你家己的意志啊，所以对这上高支持的，就是讲啊，你的上帝伫倒落安尼。啊，这是诗人的哀伤啦吼。啊，第11节你讲，伊无法度人克服迄个悲伤，讲我是安那会遐尼悲伤，啊，遐尼啊淡志就对啦吼。啊，即个我来读原文的即个台语，伊讲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甲第5节共款，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啊，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你，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最后一句吼，伊犹原阁重复一遍，讲哎呀，我哪会遐尼忧伤，遐尼啊淡志呢？毋过伊后来转变啊，迄个转变是今仔日咱要对经节所来学习的。解忧之道是甚物？你伫上帝面前海惨，我的心你是安那郁卒啊？改成伊家己咧对家己的心讲话啦吼，啊讲愈讲愈无志气咧。伊一个念头改变，咱若看见即个经节吼，有一个对照吼，连边先安尼甲上帝靠赖，连边就搁伊讲我要安怎吼，两边改成伊个心两边咧讲话就对啦吼，两边咧讲话安尼。共款第5节，伊讲我的心啊，你安怎郁卒，安怎伫我内面海惨？但是后壁面安怎讲？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你，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来，一方面讲家己的困难，一面讲啊袂使，我愈袂使淡志，我愈袂使海惨，我要学到上帝，吼，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要仰望上赞拯救我的上帝。啊，就是亲像咱的心内两边咧征战，两边咧征战。第6节的所在，伊讲伫流亡的中间啦，吼啊。伊伫悲痛的中间，在笑念上帝，在笑念上帝。第6节伊讲，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黑文、米撒的山笑念你。我的内面郁卒，但是我要伫这个所在来笑念你。伫我所徛起的地啦，吼，伫我所经过的地，伫我经历的迄个流亡的流程。我逐时阵拢要笑念你，兄弟姊妹，即个互咱一个真清楚诗歌迄款的对话的迄个水。一面我承认我家己有软弱，我海惨，我心内郁卒，我心内有真大的艰难，但是我笑念上帝，我要仰望上帝，我要学到上帝安尼。第3，伊体验到伫第8节，体验到上帝伫日时显示。永恒的疼，伫暝时学了伊赐了生命。第8节安尼讲，讲日时上主施了伊的慈爱，暝时伊互我唱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日时暝时，迄是咧表示时间啦吼，迄个早暗啊，迄心境无共款。但是伊知影讲，我日时看到日头咧照，我有感觉到。上帝迄个疼，亲像日头共款，永恒的疼，无讲明仔载无爱出日安尼。每时伊感觉到迄个生命的重要性，迄个珍贵安尼。啊，所以这是42篇，咱若对第1节读到遮，咱会看见规篇的诗篇，两边在对话，迄是心内的对话。啊，所以诗人写诗的感动人，就是讲，伊甲咱心内迄个足。微细，遐个足幼的所在，啊，甲咱讲出来，啊，这是咱人生所拄着一个写照。虽然咱无亲像啊，这个诗人迄个所处的时代，拄着流亡，拄着丧失国家，但是咱人生大小事，咱有时会经历着即款共款的情景。
当咱若一对遮，咱人看见讲诗篇18篇，诗人的信心就来啊。诗人伊安怎学到上帝？安怎看见上帝对伊的帮赞呢？第一则讲，上主，我的快乐啊，我敬爱你。上主是我的快乐，主是我的快乐。先伫迄个所在，先敲找出家己快乐的来源。第二则是伊，咱常常咧读的金句就对啦吼。讲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甲堡垒，这是现代中文吼。即个严密的避难所，我的盾牌，拯救我的快乐甲要塞。台语的圣经安尼讲，伊讲上主是我的山岩，我的要塞，我的拯救者。是我的上帝，我的石盘，我要倚靠伊。伊是我的盾牌，救我的快乐，我的堡垒。伊甲所有咱知影会到的迄款防卫的快乐，吼，咱看伊才有岩石、堡垒、避难所、盾牌、快乐甲要塞，所有一切在保护你安全的。在互你避免着对敌的侵害的，闪避一切的危险甲艰难的。伊讲上帝，你就是即款，用伊当时迄个时代迄个时代所讲的石盘、堡垒、避难所、盾牌、要塞安尼。所以伊讲，我求应该受称赞的上主，我就得到解救脱离对敌。我要祈求我的主，我毋通家己安尼计较想其他有诶无诶办法。咱知影伫即个犹太人迄个时代咱之前嘛捌分享过，有诶王伊无迄个信心，对上帝无信心，也是讲无倚靠，就想要去甲别个国家结联盟来讲和啦，大家来和解啦，安尼咱就无代志，世间太平啊。有时咱看见咱台湾拄着艰难，有个人嘛是安尼讲，都卖对敌就好啊，和解就好啊，是毋是真正会安尼？真正会安尼就平安吗？对敌，敢会看你讲你落软我就要谅解你吗？无一定。若是对圣经所讲的，诗人因理解着，我靠别人袂可靠一啦，爱我靠上帝，享受快乐。这个快乐才是永远的，才是坚决的。所以兄弟姊妹，而且咱透过这两个诗篇当然伊有当时的背景，咱要学习伫今仔日，咱伫生活中，咱要怎来仰望上帝？伫咱日常所面对的挑战，咱学习会晓仰望上帝，排忧解虑。而且咱的诗会有咧祈祷中间讲起着，咱伫这2年来拄着遮尔多的艰难咱真多的挑战。咱伫拄遮礼拜前的祈祷会，嘛有讲为着咱遮拄着疫情、工作、生活，甚至健康拄着影响的兄弟祈祷有影。这2冬虽然咱相对得伫台湾有平安啦生活受限制安尼定，但是事实上整个真多所在拢受到影响。咱人生常常有忧虑啦。咱常听一句话讲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之偌济啊？10之8九，10之8九，伊也无10之1字10之8九，安尼意思是讲。咱人的人生你无顺遂的代志算起来是真多占8到9个呢。哇！所以伫生活上的大小事啦，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职场，咱关系到社会甲国家的环境，咱拄着这个新冠的疫情，兄弟姊妹，你有忧虑无？你的忧虑是甚物？你要安怎面对这个？大人拢无相像，咱有真侪这个咨商的机构就是讲咧辅导的机构，拢接到真侪个案。伫咱现代社会，真侪人
迄个压力大，心情受影响，困眠困袂好，有忧虑的心情，有真侪艰难拢伫咱的内心。有的人真够，安尼讲真够惊啦，拢无表示出来。事实伊承受到真大的压力。若毋是讲遐尼至好的朋友，也是讲足知己的人，伊无愿意讲。但是，这专家拢甲咱讲，你有艰难，你有忧伤，你有忧虑，你有侪的迄个压力的，你若无透放出来，到最后身躯健康就受影响。所以。咱若看去讲迄个忧伤的情景啦吼，咱拄则读的经节，咱看去诗人伊咧描述伊的忧伤吼，写了真有诗意。讲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赫文、米萨的山少念你。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山呼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淹没我安尼。这是诗人咧表达着伊家己忧伤的情景吼。咱是毋是有即款的情景？咱人生有时拄着健康的问题，拄着事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做事亲像即个诗人所咧表达的。但是，咱若是看诗篇42篇所发现的学习呢，基督徒要哪来学习仰望上帝？拄着是已经拄着啊，还是讲你要闪袂开啊？但是你有气力来闪避者，迄个排除者的，排除者忧愁，解者忧虑，就是诗人所发现的学习。第一，就是讲伫困境中，你愈着爱仰望上帝。因为好学本吼，我最爱读这节圣经节，拄啊咱读的42章的50，伊讲42篇50讲，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伫我的内面？那犯罪，我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伊用笑面帮助我。我也要称赞伊，他用笑脸帮助我，吼。甚至我有听到一条诗歌，伊讲他用笑脸帮助我，迄款的规律，就是讲，当咱人忧伤、烦恼、忧闷靠赖上帝时，上帝用笑面在帮助你。我有想到一个情景啦吼，有时看到咱妈妈也是大人带囡仔，囡仔吼，毋知是搞怪也是无好势去跋倒，哭妈妈哭安尼吼，哇，咱是大人就用笑面去甲摸起来，讲乖乖乖，无代志吼，袂疼，呼呼的安尼，迄款的会疼的心，伫遐表达出来。咱的上帝用笑面帮助你，兄弟姊妹，请你会记得，无论你遇到任何人生偌尼大的征战、困难、艰难困苦，请会记得，你仰望的上帝，伊是用笑面帮助你，伊永远充满着气力，充满着能力。第二，咱的心境，咱拄则有讲，人若拄着艰难、忧虑、烦恼、郁卒、忧闷，拢若是靠赖上帝，亲像诗人讲的。但是伊一面靠赖，一面安怎？伊讲我犹阁要上赞伊啊！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一个上重要的秘诀。咱人若是愈烦恼、愈忧闷、愈伫迄个所在安尼诉苦，熬念，你就愈无力啊！所以咱有一个学习一个反应，就是当我艰难来吼，代志来先学到上帝。赞美咱的主，上帝啊！我学到你，你是解救我的主，你是能力的主，你是恩典的主。这人有时拄着困难，拢袂记了就安尼，咱讲像无头苍蝇安尼走来走去，艰难。诗人教咱讲愈困难你就愈学到上帝，吟诗学到主，迄个气力就无形中帮助你，甚至改变你的念头。所以，这个是能力的来源，我确信伊是拯救我的上帝。之前我读到一篇文章，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也是美国的作家叫做佩特威伊提供一寡建议，有经节做帮助，感觉真有意思，分享伫遮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奎尼斯佩特威，伊提供几项咱拄着艰难忧虑的时阵，你的心情要安怎
来偷放。伊讲第一，你先想讲，创造是对上帝所来，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你先记一点。就像咱真侪同工兄弟，特别咧做事业的兄弟，咧做见证的时阵讲啊，较后都袂够你伫天顶的老爸是大头家董事长嘛，上帝是我的头家嘛，所以当你有即款的观念的时阵，你的信心就来啊。创世纪第1章第1节讲，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是一切的开始，万物拢甲伊有关系。当你有即款的信心，讲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啊，所以我所有的是你。当你有即款的观念的时阵，有即款的念头的时阵，你的信心就起来。所以一切拢是上帝所创造，拢甲伊有关系啊。所以咱脑海中的忧虑，伊讲微不足道啊。迄忧虑吼大小吼，甲人无共吼，有的人吼较乐观的人吼，啊，若讲天塌下来，伊嘛感觉讲足快乐吼，啊笑眯眯。有的人吼一寡小代志，啊明仔载较寒啦，烦恼啊，讲衫毋知穿有够烧无安尼吼。迄人的心性吼，甲人的迄个性格有点无共款啦。但是我意思是讲，迄是拄着大代志，拄着艰难的事，你偷放袂去的时阵，请会记你知影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所以我脑海中的忧虑啊，就无算什么。第二个念头就是讲，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啦，一切气力拢出伫伊。有影头前的路真歹行。咱伫即个疫情的时阵，有真侪的兄弟事业袂当进行，有的伊的工作伫中国大陆，也是伫东南亚袂当出去，有的袂当倒转来。啊，咱昨昏有为着中美局势，吼，咱一个新设立2-3档的姊妹举行告别式，啊，伊是嫁互印尼的华侨啊，潘敏成先生。啊，拄啊好，伫即2-3档陆续先生看病，啊，伊也拄着病痛，啊，伊的囝儿吼，啊，甲查某囝，有的伫印尼，有的伫遮，来来去去，无法度人讲足规家顺遂，因为要转来顾是大人，印尼的工课就袂当照顾着，有影？有真多的路真歹行，有的人生理受影响，有的要出口，有的要啊。接触生理，啊，因为交通的问题袂当出去，真多事。但是咱爱学习，讲上帝要甲你讲，第一无迄个无可能的，咱需要一切能力拢对伊来。进前对旧年开始，咱有咧啊介绍一个叫做 RPG 的祈祷，吼 ，RPG 的祈祷，啊。RPG 祈祷是毋是什么理论啊？用英语讲解成足奇怪吼。事实就是讲一个小组的祈祷，2-3个人奉主的名组织的祈祷。啊，咱有伫网络也是电视顶面看见足侪见证，甚至迄个宏基电脑吼，现在执行长吼，伊家己做见证的。伊讲伊参加即个 RPG 的祈祷吼，上帝安怎伫伊遐尼大的企业，上帝安怎帮助伊？有真多的见证，伫迄款的祈祷中，上帝自然替你解决遐个问题。所以，当你若家己看家己的困难的时，发现哇，迄艰难亲像山共款啦。但是，当你仰望上帝的时阵啊，迄个山遐低啊，上帝遐尼悬。所以，当咱有一款的信心，就是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一切气力拢出伫伊，这是咱一个信念。亚利比书32章12、17节安尼讲。啊！至高的上主，你有用权能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无一项事你做袂到。你有权能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所以无一项事做袂到。伊是讲连天地你都有气力通做啊，何况讲这个事你做袂到。马太福音，耶稣主目。甲因看，讲，即个事人做袂到，毋过上帝逐项拢会。
注目甲因看，讲即个事人做袂到，毋过上帝逐项拢有。伫即个上帝的大开来中间吼，约伯记有一句话，做了写了非常的水吼。26章70到80，由咱基督徒家己吼跳开家己的软弱甲不足，看见迄个视野遐尼大，知影咱的上帝有大开咱吼。26章第7节8节讲，伊提开强冲伫混沌的顶面，建立大地。甲伊吊伫空虚的顶面，伊用密云包水，水的重量嘛袂互密云来薄力安尼。伊就是讲，甲迄个大自然的景色吼，用诗的意思甲写起来。上帝创造即个大的宇宙，即个世界，伊互即个云甲水啊伫空虚的顶面，啊，甲地面，啊，甲水面，拢有真伊的特殊伫咧。用安尼咧描述上帝的大开力，这是第2项。第3项，上帝的计划悬过人的计划。意思是讲，你的想法改成毋知对啊毋对吼？你到底是照家己的想法咧做呢，还是你咧问上帝的计划？请你会记得。上帝计划悬过人的计划，人陷入伫迄个忧虑、困难的时阵，你搞袂记你一切的事，拢有伊的意思。即使你拄着艰难，当你知影上帝有伊的意思的时阵，你就袂惊吓，就袂空虚，就袂困难。你知影上帝咧引带你。耶利米书29章11节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祸，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主讲我互恁平安的意念啦，吼，咱的原来圣经是讲，我是要赐平安的意念，毋是要互恁灾厄啦，恁要有光明的未来。啊，这是咱基督徒拄着艰难时所得来的信心。12节安尼讲，恁求叫我，我祈祷，我会注意听。恁求叫我，我祈祷，我会注意听。咱的上帝特别甲咱讲吼，我要注意听。本来伊就咧听，伊特别甲你讲，你免烦恼，我会注意听。啊，袂放我，咱的主，当咱对伊求救的事。啊，这也是咱讲咧推动 RPG， 就是2、3个人同心祈祷。我看见。有真侪小组吼，因足用心，大家互相拢伫迄个内底啊，互相咧交托遐祈祷的事吼，啊咧见证迄个祈祷安那成就，啊，互人真感动吼。第4项，请你会记得上帝深深疼咱，伊疼咱，伊袂放杀咱，伊互万事互相效力，伊互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只要咱经历到咱厝有伊恩典来甲咱带领，或像头前黑暗无光吼，伊的疼是咱向前的行动的开力。咱的艰苦、咱的痛苦袂白白来浪费啦。咱头前行的时，咱就要得到祝福，伫头前咧听候你。啊，这是基督徒一个信念。咱讲，白白基督徒。活伫即个世界，伫即个台湾即个社会，咱拄着疫情，别人嘛拄着疫情，交通无好，伊塞车，你嘛塞车，经济歹，逐个人拢拄着困难。咱基督徒要安怎对即个艰难的困境中间超越的？咱的信心，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有诗人伫学了上帝的信心。罗马书8章31节讲。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得咱？这经节拢是真宝贵。你放伫身躯边，当你拄着困难的时，摕出来读。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意思讲啊，这声咱要哪办啊？吼，代志来啊，要安怎办啊？讲上帝若为咱，上帝若为咱，上帝若出手，无人会当抵挡。啊，这是基督徒重要的部分。32节安那讲，解释伊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
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兼未将万米嘛白白赐互咱。但只要咱等下要享受上帝所赏赐这个圣餐，就是证明耶稣基督为咱众人牺牲。这句敬赞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连囝都予你其他你咧烦恼啥？有啥物通艰难忧虑的？人的信心大甲小，在你这句话所产生的规律。最后就是咱俗世的敬节，八章28节，互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咱爱读的金句咱的和合本讲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会影响着。但是请会记你，这影响好甲歹，有时你管袂着，你嘛顾袂到啦。但是会记你讲要互听上帝的人，听上帝的人，照伊家己旨意选调的，都有利益。所以当你拄着艰难的时阵、忧虑的时阵、烦恼的时阵，咱会晓仰望上帝，因为这是咱得到改变、得到快乐、排忧解虑的原则。我咱伫新年的开始，咱面对头前的脚步，有的人可能感觉讲哇，这疫情还未改善，到底要安怎？我还头前的路要安怎？真侪艰难有影，但请会记你，今日的经文，互咱的一个启示甲快乐。请你会记你，我虽然艰难，总是我犹原要仰望上帝。我要学乐我的主，因为伊是我的救主。愿主将这个快乐、信心甲学乐，拢放伫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下面，咱要三角祈祷，了后咱要三角来守主的圣餐，咱同心来祈祷。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保守阮领受你天顶来祝福。主啊，阮即时将阮逐人兄弟姊妹所拄着的忧虑甲艰难，阮所拄着侪家己解决袂去遐个患难，我要交托你，因为阮对诗篇的诗人学习着。虽然我心内有忧闷、有烦恼、有郁卒，总是我要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因为主你是阮的拯救者，你是阮的上帝。是啦，阮有时亲像诗人同款，拄着遐尼多事、担子、忧伤、烦恼、流目屎，总是阮要学习诗人讲，阮要用学乐称赞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要赏赐大快乐互阮。我要三角为你坐你的道，愿你互阮用信心、用欢喜的心、用仰望的心，三角来领受。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安尼是为咱坐咧吟一首圣诗，来准备咱进行今仔日的圣餐356首。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咱要唱2节，咱坐咧吟，咱请长老来协助，来准备圣餐道，咱三角来吟。就近爱见你的面，为了就圣餐来甲主相亲，闹着人爱，将一切忧伤。第2站。我要放下地上的操烦，平心来享受赦罪的
咱得着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咱大家三甲伫遮围内坐道，是要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拯救的记号。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所听的姊妹，咱知影耶稣伊设立圣餐的时，有亲像保罗所讲的，伊讲：“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又摕饼来祝谢，咱照伊的模样，咱要大声来感谢上帝。主管的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领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安尼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这时请小会员三甲来服侍。咱今仔日犹原是环保的这个圣餐，安尼两项合作伙。姊妹，咱摕到这份的圣餐的时阵，咱大声用手用手把迄个薄膜加扭开，有两层两层，第一层是迄个透明的，内底有一块细细的饼，咱先摕迄个饼起来，第二层是果葡萄酱请慢只扭开，较袂抓出来安尼。咱备办心，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佫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已经受洗礼，也是伫别个教会受洗礼、坚信礼的，咱拢会当摕这个薄膜较幼有时手较歹用，小可扭开。甲饼摕出来，咱伫主的面前祈祷，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要领受伊的恩典、救恩、祝福、平安甲医治。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有较我外口还是较边仔角的兄弟无摕到，请举手，咱的同工会当看到你。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唔知有人无摕到无，会当保护你。咱大声先摕饼吼，咱口罩小可扭落来。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然后咱甲咱的迄个第二层的迄个铝箔甲扭开，咱准备要来领受这个杯。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大家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大家三个伫地。咱只是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来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新春的开始，阮要面对新的一年，生活、工作一切的征战，阮求你通过你的保体甲保惠，建立阮的信心，互阮知影阮是你所创造，一切拢是对你来。主你若肯，阮就无有难成的事。守住阮即款的信心，继续坚固，甲主你三结连亲近你。愿主你的平安，甲阮正大家三合二地。也赐落医治，赐落平安甲快乐伫阮众人中间。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阮伫圣餐的时阵，拢有特别有一个圣餐献金吼。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咱请咱的执事开始准备来收奉献。咱的迄个圣餐献金有一个纸落啊，你若有准备，会当放伫内底。另外，咱犹原有一般的主日奉献，这个圣餐奉献呢，咱的这个金额，咱会甲特别放伫一个口座，专门来做关怀，帮赞软弱、送乡，也是遐急难的人。所以你若有感动，会当为着这来做奉献。
会众请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这是来做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读本月经句，伫周报的上尾仔页，记载伫诗篇第5篇第10节，咱大家做伙来读。见啊，我告你的原因欢喜，原因应应欢喜出声，因为必有因。我愿遐听惜你的名的人，拢点伫你来欢喜。诗篇第5篇10节，这是咱来报告。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是咱的合会，所以司礼是咱的俊人执事，其他服侍同工，咱来看这张表。下骹有咱奉献甲出席的人员。那这礼拜的周报啦，特别咱新春礼拜的关系印刷厂伊要休息，所以按1月30、2月1号、甲2月6号的奉献的资料，拢伫咱的周报内底。若有问题，会当向咱办公室，若是财务室遐同工来做翻译。按掀开咱的周报的第4页，我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第一，按本会。今仔日是咱的新春的新礼典。那后礼拜2月20礼拜了后，有咱的小会，咱的小会员会当出席。第二个就是咱本会伫后日主日2月20号有召开咱的合会，请大家注意咱刚有一场伫下早9点开始，刚有一场的礼拜。因为爱统计咱出席的名额所以你若无倒来参加的，爱正式向你的小组长，也是咱的小会书记龙谦长老才来请假，请大家注意。第三，咱的富强的门徒学校开始开课咱的第4届门徒学校第1集，咱对今日开始伫每主日下早9点到10点半，伫咱教育中心的地下室。请大家注意，那若未参加报名的，会当向咱办公室来报名那第2届第2集的课程才会由牧师谢牧师来大家通知请大家注意。就是按门徒的培训事工的这个部分即摆按有华语、英文甲台语的查经班这个时间嘛拢伫遮有写，请大家当踊跃来报名来参加另外，嘛有读经计划，即摆咱的保罗牧区，若是咱教会其实拢有定咱的读经计划，嘛邀请咱的会友因为这足方便伫手机顶面、电脑顶面拢会当参与咱的读经计划咱继续来为着咱门徒的培育的事工来努力第5，就是咱的代祷服事团队邀请伫受难日前40天的禁食的祈祷对3月7号到4月15号，所以遮邀请咱大家为着这个禁食祈祷的这个部分踊跃来参与第6，哀伤陪伴的这个部分有线上甲咱的实际的课程，那买当来看咱内底遮的这个部分。第7，周末的讲堂的这个部分。伫2月20号下晡2点半到3点半，邀请谢温和主任来讲一个婚姻甲家庭的这个部分邀请大家参加第8，婚礼的消息自然小组嘉兴弟兄甲嘉兴姐妹伫2月26拜六下早9点半伫咱本会举办婚礼
所以将参加的人会当伫安尼公布栏遐做登记。伫到安尼奖学金的申请，对今仔日开始，那到3月6号截止。第十，需要关怀的内底的这个部分按本会张美玉姐妹伫1月30日安孝主怀，伫漳有举办这个告别式另外，安尼向杨金玉老姐妹就是向耀辉长老的妈妈伫2月9号安孝主怀定伫2月19伫殡仪馆遐会做一个追思的告别礼拜，嘛希望大家为因的遗作来关心内底。上尾就是按即马防疫的关系心灵转角甲爱心午餐暂时暂停配合政府这个政策请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欢迎这我来做一个介绍今仔日咱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徐燕青姐妹，燕青姐妹有伫遮来拍拍欢迎伊，欢迎你就拄只分足好听的长笛伊来甲咱协助咱感谢伊，欢迎你常常来，多谢请坐，欢迎你。拄只咱诸会已经报告足详细，但是有一两项我阁提醒一下头一个就是讲，咱后礼拜是开好会，干那一场礼拜尔。咱会记哩1月30日到过正前咱甲一场啦定。迄届200-300个来，安尼若照这个人数，咱就会成会就对啦所以请后礼拜会记哩9点咱小可互伊一个时间较好记啦因为第2场礼拜的人较少参加第1场嘛。所以咱用9点开始，小可慢10几分，20分，咱9点准时开始，咱一场礼拜若定，要开好会。咱迄个手册因为有过节的关系，咱编辑了无法度印全部，有印几十本，先互咱遮的报告者咱遮的首长请你会记哩到办公室摕一本，你有管理的部分先看好清楚。咱为着要节省时间，咱知影这个好会是咱长老教会一个礼仪啦毋过。咱到好会时才要了解代志，就上班普通时咱就咧关心对啊所以咱迄个流程问讲，安尼内容若有，咱就无搁报告第时一半项呼吁安尼就好。咱问讲时间会当足顺序、足有效率来个完成咱后礼拜咱会准备一个便当互咱礼拜煞的时阵，可能讲袂使开放食饭，所以咱便当爱炸转去安尼啦若无就坐较开的安尼。讲到食便当食物件，咱讲目前咱疫情还袂使开放。但是我看到足侪人咧办喜事嘛是喜宴食甲欢喜甲咧。奇怪，咱教会讲袂使，毋知啥物原因，咱搁来甲问一下啦毋过咱大家拢遵守规定拢遵守规定安尼。搁来是讲咱若较属兄弟，你感觉讲我好的手册毋免逐本我拢摕着，有人登记讲。我寄电子档互你，我著看手机、电脑就有毋免恁遐济，咱知影迄纸本的足开钱嘛是讲看了就无彩。比如恁兜有5个会友伫咱遮，早5本转去厝嘛无意思。你若较输讲，我要用电子档的，咱到楼骹登记一下，咱就检印几本通互你用电子档，你嘛有一本实体通好看就对啦搁来是讲。咱的拄则有报告讲咱今仔日开始已经开始咱的文道学校咱后来报名的这兄弟，咱问的讲，拜三暗时的上课是真好，但是大家拢上班嘛有时袂赴食饭，就要来上课，感觉电脑袂好势，所以咱怎联络这的学员伫今仔日拄则9点开始因为地下室有上课，即嘛是改伫2楼。咱迄边的迄个教育中心2楼叫做和平教室，伫遐咧上课所以若兄弟姊妹你想讲，我若来参加即个文道学校，第2场再来参加礼拜，你有方便欢迎你搁去报名拢无问题意思讲，我著来一遍礼拜会当上课，搁会当做礼拜咧今仔日是第1课，第1课是较属于一个介绍欢迎的定数因为后礼拜好会咱暂停嘛。所以若要报名还佫会使报。当然，咱第1场礼拜你若要参加，可能你就要改第2场来参加礼拜安尼即点甲咱做即个补充的报告。
其他的消息咱拢已经有讲过吼，咱也继续为着这有拄着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祈祷吼，求主来安慰甲保守安尼。咱后礼拜会记哩9点来做礼拜，多谢。上银，请会众请起立。上银诗歌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上银说声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永更变就你应主的款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治到天世代。咱做来领受上帝来恩典甲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扶持，相通帮赞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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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默祷来避讳。邀花祝大家平安。那离开进前嘛，那隔壁的兄弟安尼互相亲安一下，吼。